签上写毛笔字，工整娟秀，来自精湛功力。书法家詹秀荣寻求突破，还不止如此。所以我把佛经啊来抄在各种不同的材质上和作品上，这个佛经的力量带给每个人安定的力量，这样。摊开7万字的长卷隶书《大圣妙法莲华经》，费时1整年，晨昏伏案挥毫至少10个小时，专注在40公尺的卷轴上发挥极限。要停止呼吸写的，所以我每次一坐下去是废寝忘食的。庄严肃穆的妈祖像，所有线条都是镂空，基底竟是密密麻麻的佛经经文。最初发心为癌症丈夫祈福，之后变成自我挑战，祈求社会的温馨祥和。这个力量转移在这个书法的艺术上，一方面文化的宣扬，所以得到多重的效果，因为生活化。倾注精神，以字入画。为了完成这幅菩萨图，詹秀荣得直写、横着写，一气呵成的写，不容任何差池，一个字错就前功尽弃。因为我几乎天天那个精神的精气神都在这里面关注啊，所以写完之后真的睡了3天3夜。经典是大智慧，詹秀荣结合佛经的书法，则展现大能量，静静提醒着现代人欠缺的静观沉淀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上面有没有牙签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来一课节目汇成，然后有老师的落款，然后小石头上面也有来一课哦，这真的都要花很多时间，对不对？是，做事情不是急啊，做事情不能急，所以有耐心，有耐心，对。用惊人的毅力突破传统，书法家詹秀荣让我们看到专注而后定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做事情不是急，要有耐心。做事情不是急，要有耐心。